聽障人士失業率持續高企，立法會議員指政府應該多做啲功夫，而藝人曾志偉就提出咗一個既可以協助聽障人士就業，又可以善用關愛基金嘅多贏方案。香港經濟復甦，失業率已經回落到4.2%，但係有社福機構話，聽障人士嘅失業率仍然超過50%，係一般人嘅10倍。因為有部分僱主知道應徵者係聽障人士，就立即取消面試。25歲嘅黑仔已經熟悉唇語，但係見工嗰陣就唔見得有優勢，同樣係嘗盡人情冷暖。最近佢喺藝人曾志偉同戚美珍合辦嘅社會企業餐廳做嘢，先至重拾自信。第5份工，人工即係好高過以前我份工。我做嘢好辛苦嗰陣咧，師傅會攞水嚟俾我飲，因為出面好多聚會啊，好多份工咧唔停，工作時間咧好長，返7點周5點嘅，但係本來我周5點啊，但係加班加到8點，同事啊成日打我咧，我就喺廚房度喊啊，其他人都係睇唔過我喊，一日一餐。我係聽唔講乜，值5分鐘至10分鐘左右，其他人呢值30分鐘。由於有藝人效應，呢一間開業只有1個月嘅社企餐廳，預計幾個月之後已經可以接近收支平衡。譬如你係盲啊，或者你係啞嘅時候咧，你一唔識講嘢，或者你睇唔到，人哋一望你外形你就知。但係聽障咧，你係好難同我哋正常人溝通，佢哋就只能夠走翻自己嘅圈子。其實我哋應該多了解佢。咁所以我就選擇咗聽障啦。咁嚟咗一個用心靈去食嘢嘅地方啦。餐廳除咗店長、大廚同埋收銀之外，大部分嘅員工都係聽障人士。餐廳總經理兼店長郭偉平話，佢會努力推高營業額，以確保呢一班聽障人士有嘢做。同時希望餐廳可以做到帶頭作用。我哋真係好夠運咁啊！開第2間，可能又係多6、7個。其實相比地香港有10萬個超過10萬聽障人士咧，係好遠嘅。咁但係其實我哋咁樣去諗一樣嘢啦，我哋開10間都唔係請到好多人，我哋希望係個信息最緊要，知道社企或者請聽障人士咧，佢哋係真係絕對有能力，絕對做到嘢咧。我哋希望係社企以外或者更多真係商家嘅人咧，係認真考慮請多啲聽障或者我哋叫弱勢社群。我諗呢個信息比開更多間咧，我相信嚟得更加重要添。為咗創造更多聽障人士嘅就業機會，曾志偉構思咗一個結合藝人效應、社會上專業人士以及關愛基金嘅方案，以達至多贏嘅局面。我哋同啲大機構合作，做一個好大型嘅，你有一個新嘅 idea嚟做，咁有一班評審喺度一睇，呢一樣嘢得喎，可以做喎。後邊呢邊再做啲律師、會計師，佢哋幫你申請啊，點樣攞牌啊，點樣嗰啲。呢邊咧一班藝人喎，我中意 idea，我舉手，我免費仲去做代言人。咁然後咧，電視台咧就可以跟進去拍攝。如果關愛基金能夠撥一啲錢去做呢啲嘢咧，我覺得係好好。其實單靠社企同社福機構做係唔夠嘅。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亦都大約有1/10嘅員工係聘用聽障人士，但係仍然係杯水車薪。佢哋建議向大企業實施就業配額制。爭取咗10幾年，可惜政府都係無動於衷。就業配額制咧，就係一間公司咧，去到某一個僱用嘅人數嘅時候咧，佢要請翻某一個%嘅殘疾人士嘅。其實咧有陣時有啲公司咧，其實佢哋係可以咧，譬如一啲大嘅公司，佢哋可以係有咁嘅能力咧，去請多幾個殘疾人士嘅。即係政府自己冇喺一個限定量咧，要聘請一啲殘疾人士，咁所以變咗私人機構面亦都同樣係唔會係即係刻意去請一啲嘅殘障嘅朋友。你譬如話喺稅務嗰方面可以作出優惠啦，譬如佢聘請咗某一個嘅數目嘅一啲殘疾人士朋友話咧，可以豁免啲稅收啦咁樣。咁我對佢嚟講話咧，有誘因嘅話咧，咁佢哋做嘅工作，即係僱主聘請呢個殘疾人士朋友個機會就會大好多。大家都知道香港嘅稅率比較低嘅，咁究竟多咗個優惠之後，係咪真係對嗰個僱主造成呢個誘因呢？咁呢個大家要繼續研究。我哋勞工處咧，其實係一個所謂展能就業科咧，有一個所謂叫做一站式，而且咧甚至係咧有呢個就業主任咧貼身嘅服務嘅。
商界既係難以伸出援手，政府最近又進行最低工資立法，為聽障人士就業增添疑慮。目前已經有10幾個團體組成一個殘疾人士關注最低工資大聯盟，跟進事件，希望能夠妥善解決殘疾人士嚴峻嘅就業問題。